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喀拉的维吾尔研究学院召开了扩大的理事会会议，来自土耳其各地的非政府组织代表、知识分子和研究人员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东突厥斯坦的问题，以及各组织的作用和责任等议题。美国参议员泰德·尤霍在众议院就东突厥斯坦的地位和东突厥斯坦人民的现状发表了全面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东突厥斯坦是中国占领的领土，并用东突厥斯坦代替新疆。他说，我之所以将这个问题列入议程，是因为穆斯林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柯尔戈兹人民的土地受到了中国的占领。他说，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已经建立了集中营，这些营地中发生了可怕的事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是事实。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囚禁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人，他们所称的再教育营其实是集中营。他强调说，有报道称维吾尔被拘留者已经成为中国器官贩运的目标。自武汉病毒爆发以来，尽管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有关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强迫劳动和现代奴役制的报告已经发表，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在世界范围内，被诊断出患有新型冠状病毒的人数已超过15万人，而且各国的反病毒措施也在不断增加。欧洲如今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新冠病毒的新疫区，全球感染和死亡人数迅速增加。在中国，武汉病毒的源头死亡人数上升到3193，共有80824人被感染，其中3610人处于严重状况。意大利疫情最严重，仅次于中国。过去24小时内新增死亡病例175例，累计死亡增至1441人，确诊案例21157例。在西班牙，死亡人数上升到191，受感染人数上升到5945。同时，各国正在加强预防措施。土耳其和埃塞拜疆之间的陆路和空中运输已暂停。在尚未发现病毒的吉尔吉斯斯坦，当局宣布全部学校放假3个星期。阿塞拜疆国防部长扎基尔·哈萨诺夫上将表示，他将继续从土耳其购买现代武器、军事装备和设备。根据阿塞拜疆国防部的书面声明，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哈萨诺夫举行了电视会议，国防部官员、陆海空军司令官、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边界线指挥官与会。哈萨诺夫强调在演习中运用最新管理技术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将继续研究土耳其军方的战争经验，并将其添加到我军的准备计划中，在双边军事合作框架内交流经验，并购买土耳其制造的现代武器、军事装备和设施。伊朗总统哈桑·卢哈尼日前致信多国领导人，谴责美国持续制裁严重妨碍伊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努力。他呼吁国际社会抵制美国对伊朗采取的非法制裁，支持伊朗抗击疫情。伊朗总统官方网站14日发布此信部分内容，但未说明鲁哈尼给具体哪些国家领导人致信。鲁哈尼在信中说，在与新冠病毒搏斗的同时，伊朗还要面对2年来源于美国政府的大范围非法制裁、极限施压政策以及系统性政府阻挠行为的严重妨碍。不到2年内，美国制裁已经给伊朗经济造成约2000亿美元直接损失。鲁哈尼呼吁地区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共同采取措施，以遏制新冠病毒进一步传播。